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6月11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延续食饭皇帝大的理念，市府劳工局持续举办今年第2场的就业博览会，6月10号在将伫南台科技大学登场。根据统计，东港将有110间厂商带来455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3成以上的职缺拢3万块以上。为了宣传但市政府今年度第2场的大型竞赛活动，现场侪侪热心的企业、甲厂商以及贵宾拢共同来见证。会中市长黄伟哲表示，持续举办就业博览会目的真单纯，代替千里马甲伯乐看线，让市民伫台南好过活、食好头路。那事实上，就博会的目的都是很单纯，希望帮千里马跟伯乐能够彼此牵线，能够有一个集中的场域，避免我们的这个求职的朋友们或市民，他们一站一站的跑，一站一站的去，有时候舟车劳顿，反而事实上也浪费了许多时间跟精力。那把这个许多求职者跟许多求财者两个能够在一个平台上做最好的媒合，这个是就博会一个好的方式。根据了解，今年第2场的就业博览会6月10号就伫南台科技大学登场。这摆总共有115间厂商带来4550个工作机会，其中更有1440个工作是超过3万块以上。劳工局热情邀请想要找头路、换头路的民众踊跃前往参加。到时现场卖提供美妆、甲木工体验等大新的服务。台南新闻管及何小芳采访报道。以往家境上午强烈批评南台南辅导新的区段征收道路品质出问题，甚至造成有侪位民众受伤到服务处顶前，所以透过记者会要求地政局甲相关单位整合会勘，做整体工程改善，千万唔通凊彩验收。南台南辅导新的工程品质真正是状况连连。议员王家珍上午伫记者会中，透过人行道甲脚车道的会勘发现，除了路面关架无平破损，甚至无任何标志，也搁咧发臭。至于这项高达6亿7000多万的道路工程，也在报告期间却是这款的品质。市府是安怎验收过关？要求市府联合会勘进行改善。它就是在重兴路以及巴克里路会撞到崇明路的一小段路面，哈。那地方朋友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去现场看，非常遗憾的是说，它竟然还在保固期间。可是一个保固期间的工程品质，是让我们瞠目结舌的，觉得怎么烂到那么。你会觉得那里是怎么样？是一个杂草丛生、荒草的地方，还是怎么样？对此，负责工程的地政局嘛坦承，做不好就要改善，不过强调拢是依法行政，并无人为的不法，而且验收进程已经依照契约要求厂商改善。那这些缺失都有照企业的规定来要求跟他改善。所以其实也要这边接着去跟业报，就是说，其实这个工程刚刚有讲说。没有那么顺，没有错，但是我们不是等到验收的时候才请厂商改正。其实，在验收之前，陆陆续续每个工程的阶段，我们就发现有些缺失，包括像议员刚刚有讲的那个政风他们有在查，就道路的部分。所以道路部分其实还没有进入验收阶段，我们都叫他刨除重做。所以一切有照企业的规定在要求。根据了解，该工程原本就因为疑似路渣道路被政风处甲调查站介入关心，现在佮爆发道路品质不良，引起侪市民顶情。议员再需要求市府彻底改善，避免威胁民众用路安全。但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
成功高小6年级的毕业生目前课程拢已经结束，就等待毕业典礼。对此，学校利用这个时机，伫议员沈振东安排来到议会艺术厅，实地体验开大会质询的过程。会中学生不管判案市长、议长，或者是议员，拢有模有样。并且严肃甚至冲突的议会艺术厅以外，出现一个高追学生，拢坐伫议员座位，因并且选出正副议长来担任大会主席，进行市政总质询。虽然好奇的是学生判案议员甲市长的角色，而且事先无经过彩排，到底是什么款？对此校长才学了有模有样。天气太热时，可改在成功馆举行儿童早会。那个我们搬到文前之后，这件事就不可能了吗？反正就是那个地方有冷气嘛，很凉嘛。对。校长在成果党的时候有讲说，那个地方要跟文前讨论很久，而且那一周才决定好。我们之前是成功馆，前2周、前3周就好了。现在才这周好了，那我有可能吗？在文前文会馆更有可能吗？那么地方都不可能借我们，那么大地方会借我们，笑死了。那过去他们的校外教学大概就是比较属于走马式的这样走马看花。那今天是实际上整个流程，他实际的参与，实际上的来走一遍。我想这个在小朋友的一个成长里面呢，大概很少有小朋友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非常感谢议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开始把学校安排到议会，予我教学拢是咧旁听走马看花，真少有机会会当亲身来体验议员甲官员一来一往的顺达过程。而这项体验拢是当时伫成功高小担任老师的现任议员沈振东，为了予伊的毕业生培养民族素养所做安排，相当有心。他们虽然一开始会非常的胆怯，但是我们有请2位助理来担任小议员的角色，然后呢，用这样的方式来给予示范。那现在呢，就是变得非常的厉害，也希望说孩子们可以民主素养可以培养得更好，那未来市议会的运作也可以更好。学生透过体验议会生态，嘛感受徛台顶主持会议，坐大卡发言拢是无简单，上了难得宝贵的民主课程。但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让更加侪学生会当了解家己故乡的在地食材，所以桂林农会甲嘉南药理大学产业管理系特别来到桂林红霞厝国小，运用因在地食材协助小学生料理出好食的美食，予老师响应，场面相当温馨。用在地食材制作好食的寿司，这一群红霞厝国际学生，每一个拢做甲有够欢喜，一面做也一面享用美食。这寡做出来料理更加重要的是要献给老师，感谢因教导学生的辛苦。那因为小朋友要自己煮菜这件事情，对学校来说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需要外部的资源。那前2年呢，都是由归仁农会家政班的志工妈妈来协助。今年我们非常荣幸也很幸运，就是加上嘉南亚理大学餐饮管理系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也来一起协助，所以今年端出来的菜色呢更丰盛哈。合办了3年，每一年都是这个时间选在这个学校办理谢师宴。我们谢师宴主要的是结合我们归仁区青农的食材，还有我们事件，还有结合我们的归仁区农会家政班的协助，能够到红火厝国小办理这一场每年1年1度的谢师宴，觉得非常的光荣。透过活动，除了教育学生爱敬爱老师，嘛让学生会当了解到桂林地区在地优良的食材，并且透过料理的过程，知影食物的珍贵。咱桂林在地种的这蔬菜啦、水果啦，譬如迄个小白菜啦，迄个哈密瓜啦、土豆啦，是迄个火龙果芭啦，这拢是咱在地桂林的特有特产的农产品啦。阮主要的目的是要互咱遮的学生囡仔小学的应届毕业生互因知影了解咱桂林在地有啥物特别的产品，互因利用因的双手，会当来操作做遮的鲜美
米饭啦，来做这个素食啊，互因迄个体会会使亲自做素食的一款迄个趣味啦，同时啦，会使带因学生囡仔家己亲自做的素食啊，会使献给互因学校的老师，代表即个学生囡仔伫遮6年受教育的一个心意啦。经过一下早的无用，即寡用在地食材所做出来的好食寿司，就安尼来完成啊！即个亲手制作料理回馈给老师，相信一定会成为即寡囡仔心中难忘的记忆。咱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绝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人爱读册。为了让社区长辈学习正确的救援观念，把黄金救援的时间，上局特别伫东区无障碍之家举办 CPR 加 AED 的演练，希望这个演练让时大人学习救命的技巧，未来若发生紧急事故，就当运用增加患者的存活率。台南市消防局在号伫东区无障碍之家举办 CPR AED 紧急救护演练，活动邀请专业救护人员讲课。并让社区长者透过实际操作，学习到正确的救命技巧，趣味又阁有意义的课程，让参加学员未来伫拄到紧急状况时阵，有机会会当挽救生命。现在知道他怎么样急救人哈，当然我们要救人是第一啦。看到有这个情形，我刚好又学到这个哈，我应该会有这个勇气去救人这样。我大概是在高中时期有学过可是之后就太久没有接触过，所以就是忘了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再来学习这一次 CPR 的一个急救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每个人都要学会的一个技巧。消防局表示，为提升台南市长照机构的救护技能，消防局伫全市各区举办了数场的救护训练，让社区长者以及避难弱势者有更好的生命保障。我们民众这些长者呢，他们都是避难弱势的。那我们在3个月之内呢，都已经完成全台南市的115家的长照机构以及避难弱势的场所的训练。那我今天看到他们我们这些高龄的长者大家都很高兴的学 CPR， 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消防局经由不断的宣导甲训练，提升学员急救技能。未来周遭若发生紧急事故，除了爱拨卡以救报案以外，民众伫事故现场嘛要善用 CPR、AED 救命技能，抢救宝贵生命。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南区乐龄学习中心甲喜球国小附设幼儿园合作推动的代间学习，成为社区长辈甲学生做传统的红菇粿，接续到学生发挥创意，将各种的食材、水果甲食材加入，予红菇粿冒奶、绿叶等各种的食材相当特别。为了让社区的长辈会使行出家门，教育局伫台南各区设立了乐龄学习中心。其中，伫喜洲国小的乐龄学习中心是台南非常成功的案例。即届为了帮念伊个要毕业的学生庆祝，校方嘛特别甲乐龄学习中心的长辈合作，带领国小甲幼儿园的毕业学生制作红菇粿，同时也加入学生的创意，结合无同的水果甲食材，创造出无同色彩的红菇粿，以办喜事的心情来为学生庆祝。我们学校呢，在地为了要推展，让每一个孩子
能够传承这种文化，我们就在学生毕业之前，我们就做这样一个活动。那我们幼儿园也在幼儿园就办理这样的一个课程，让孩子从小幼儿园、国小，然后一路上来，然后都可以接触这个安菇粿的活动，让他能够感恩、认识文化，然后能够更爱这个地方。那我们借着这样的活动，希望毕业生之后能怀念这里，那也学会分享，跟其他人分享他自己的喜悦。我想，除了自己好，也要让别人跟我们一起好，这是我们最重要要给孩子这样一个品德教育的精神。对于参加的小朋友来讲，这届的体验也是非常难得的经验。但是上重要的也是会使将这个传统传承落去，避免伊消失。这次做安菇粿就觉得很好玩，就可以传承这里在地的文化，让这里的文化不会失传。台南市38间的乐龄学习中心当中，有31间伫学校内面，透过安尼的方式来推动代间教育，互长辈甲学生互动甲学习，双方都会使有所成长，同时也落实外教老、学教老的第三人生。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因为欢乐东南亚国家来到台湾读册外籍学生，伫暑假期间，但是故乡无小心感染到天狗热，所以市府卫生局积极宣导，要安排防疫地区予学生观赏，经制作防疫包，要免费提供予因，避免再次境外移入的情形发生。为着要严格防范天狗热疫情，并且避免天狗热有境外驶入来台湾的案例。市府卫生局特别伫咧嘉南夜里大学举办着返乡探亲、代代相随记者会，会中演出小短剧，加深着外籍学生对着家己转移到故乡了后，对天狗热防范的观念。同时也宣导真侪项对东南亚国家转来到台湾以后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下个礼拜开始的话，就我们学生的话会放暑假。那在台南市登革热防治中心，那针对在外籍学生因为他要返乡探亲，那我们有提供一个防疫福袋健康包那我们外籍学生的话我们凭他的那个机票的话，那就可以到我们卫生所来索取。那我们的健康包的话我们有最主要是有我们5国语言的一个宣导单张，还有黄文义还有修容纸还有环保袋那我想最重要的我们还是长达2个月的一个暑假的期间，那我们外籍学生如果返国之后的话那他们也要自主管理也要2个礼拜。我们遵照这个疾病管制署以及我们台南市卫生局的这个 SOP 我们最主要是配合这样来做。第一个重点呢是学校以这个 PDCA 那么有些策略那么我们落实真正的去执行。最重要的还是要考核然后之后呢，我们在每一个会议的时候去讨论哪个地方需要改进让这个登革热的防治呢能够做得确实又有效率。那么，所以我们过去也受到了疾病管制这个管制署的这个机务单位的这个表扬也得来不易未来我们在这一块我们还是会确实的来唤起我们全校的师生一起来配合，一起来执行。那么我们今年我们的印尼生有一位确定这位印尼生暑假要回到印尼去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作为他们的回去的登革热的这个教育我们也确实让他们在回到学校念书的时候能够让都非常的平安让这个境外的这个病毒能够阻绝在外头不会到学校里面来。到6月10号为止，目前台南市已经有20个天狗热的病例，拢是对境外驶入来台南，佮加上即马拄好是定落雨的梅雨季节，
卫生局嘛提醒所有的民众一定要做好天高热防范的措施，避免病媒蠓的滋生。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打击环境犯罪，市政府甲检调警政多年合作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在和所有单位再次联手座谈，宣示共同维护环境、取缔犯罪决心。打击环境犯罪，台南好条件。台南市政府在号举办大台南环检警革命第9次座谈会。会中由市长黄伟哲甲台南地检署检察长林景春共同主持，透过革命单位通力合作，维护大台南环境，有效打击环境犯罪。透过结合环保局的专业以及检警单位的公权力，共同维护市民享有清气生活的权利。偷盗的废弃物，真的第一个，如果是有毒，那自然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就算是没有毒，我觉得其实也造成环境的脏乱，更是这个不孝业者这个随意丢弃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途径。因此，我觉得其实透过环保单位的专业，透过这个检警的公权力，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乱象遏制。针对部分无守法、乱抌粪扫以及涂荒的业者，市府表示，一旦查到无第二句话，绝对移送法办。凡是偷盗、偷排，我们绝对是移送法办，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借口，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怠惰的可能。那这次的宣示意义在这里。环检警借由座谈会充分讨论，找出更好的方法，共同打击环境犯罪。另外，嘛结合民间巡守队志工的力量，做伙守护咱的城市，提升大台南的环境品质。环保局嘛呼吁关心环境的市民，若是有发现污染的状况，会当卡1999专线，或者是环保局定情专线0800-066-666来检举。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乌云顺雨，今日属于好天气，温度27度到30度，落雨记录8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介绍一下来为在河的中间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